辣煲煲大熱泡泡瑪特股價仲未見頂，盲盒股泡泡瑪特星期三公布全年嘅業績，收入按年增107%至130億人民幣，到星期四開始再度抽高，現149蚊，再創歷史新高，之後更進一步抽升至150蚊以上。咁股價可以上望幾多呢？匯豐投資將目標價由原先127.65大幅上調至172蚊。大摩上調至164蚊，野村最新目標價定於163蚊。大行睇到咁好，因為泡泡瑪特嘅業績指引比佢哋原先想象嘅更樂觀。泡泡瑪特 CEO 黃玲預期今年整體收入可維持50%以上嘅增長，銷售額超過200億人民幣，海外收入更可以倍數幅度增長，突破100億大關。2024年度公司旗下有13個 IP， 收入突破億元人民幣大關。公司點名大家都好熟悉，屬於 The Monsters 中嘅辣煲煲表現尤為亮眼，帶動 The Monsters 系列全年錄得30億人民幣收入，按年大增超過7倍。而 Crybaby 則係增長最快嘅 IP， 收入按年增長超過15倍，至超過11億人民幣。公司話 Crybaby 核心理念係哭泣治癒，鼓勵大家宣洩情緒，為粉絲提供情緒價值。